这咱都知影吼，这个名词咱知影，但是跨个个分析下去就没有，就没有。好，没有了还有吗？有，因为佛讲过，一切万法由心所生，所以这条谢第一呢，有一位叫做史蒂芬霍金，伊是一个残障人士，但是呢，伊手骹拢袂我都不做啊，咱靠唔住。伊发觉讲吼，除了这个跨科以外，各一个代表纬度，代表它的什么宇宙旋律。这个旋律的是咱咧听，咱咧弹琴是有迄个弦，咱听着是啥？是迄个声，迄个声。所以呢，这个弦呢，那以自然界的基本的单元来讲，伊是由真济足细的一维弦，无共款的振动的方式所形成的叫做粒子。那如果把这个弦套在咱整个宇宙来讲，宇宙就是咱你看迄个大啦，1万5千。那么这个弦的亲像大海所形成迄个泡沫，迄个粒子性的海水的泡沫，了海水若风一吹，有应时是不是拢会起应？起应就迄个足侪气泡有无？但迄个气泡呢，生灭甲灭当中，拢一直不断的变化。所以人生是怎么办？人生的一世如初无一时嘛。所以呢，咱在现实的世界内底，其实就是宇宙弦所演奏的一曲非常壮丽的交响曲。人生百态，酸甜苦辣，黑黄赤白，好多的花花世界，咱看到拢眼花缭乱。但是《金刚经》就把它讲，这一切的法都是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。但是众生的直见说，你讲迄个梦幻泡影，我无要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无法度去提升的也正智慧。所以呢，佛讲讲，既然一切法都梦幻泡影，如如如电，咱应该啥？应作如是观。那么一切有形上的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在咱看我活一世人咧过这么啊等度日如年，但是拄则咱好者讲，咱去中国大陆，即马忽然间回个头7年，今年进入到第8年，有紧无？就好像昨天、前天发生的事情，很快。所以佛甲咱讲，这个一切有的法呢，亲像看电影一款，电影的剧情呢，拢在1点钟、2点钟就演完。